后来庆祝这个台中捷运绿线到4月25通车满1周年，特别来推出着新款的票卡。这个4月25到29，票价是半价优待。在启动仪式后庆祝台中捷运车线通车满1周年，中捷公司嘛特别拍中捷有情人陪你行更较远的底片。很多人的生活因为中捷而不一样了。那中捷绿线也是他们的生活，也因此呢，我们今天采取非常快乐很感动、感恩的心情来庆祝中捷绿线周年。市长罗秀燕宣布讲，为4月25到29连续5天半价优待，5月份起就到花开的标准降价为30摆，以及新款的透明票卡上市等等。中捷公司嘛伫市府站办各种比赛甲活动，甲民众做伙庆祝1周年的生日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